小主托付方若姑姑的事已经全办好了，这个是眉庄小主让方若姑姑送出来的，务必要交到小主手中。真正资深，扶持玲珑。梅姐姐处境这样艰难，还想着要替我周全。眉庄小主说的对，眼下小主身边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安小主一人了。皇宫中新得了一批珍稀的罗子带，这种珍贵的化妆品，今年只有3盒。新上任的总管不懂怎么分配，于是前来请教皇帝。皇帝只特别赏赐给了华妃和甄嬛2人，1盒是给皇后的。这样的殊荣让华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她明白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，于是她将这份怨恨转向了甄嬛，对她的嫉妒和痛恨日益加深。她甄嬛又是什么东西？甄嬛只是个小小贵人，就能连消带打的除了皇归权，哪还容得你从长计议？你费尽心思只除了一个沈眉庄，甄嬛的地位毫无动摇，反而蒸蒸日上。玲珑来到甄嬛的居所，2人间的交流之间，甄嬛的目光却敏锐地捕捉到了玲珑手中那块卷子上的微妙细节。卷上描绘的图案看似无意，却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渴望，那是对皇恩的向往，对宠爱的追求。甄嬛心中明了，这位宫中的姐妹虽表面沉静，内心却藏着一份不甘平凡的坚韧。于是她顺水推舟，巧妙地引导玲珑接近皇上的机会。姐姐，我怕做不好，要不换个法子吧？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，自然也无不可。只是这样做的话，即使蒙信，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。不过3、5日便丢开了，反而误了你。他知道这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，然而只有勇敢地踏出那一步，才能触摸到心中的渴望。玲珑一曲金缕衣奏得极尽风华，引得皇帝不禁侧目，赞叹不已。而这风华亦在无形之中激起了华妃心中的嫉妒之火，对她的憎恨之情如潮水般汹涌而来。本宫作为正妃之首，必定竭尽全力教会2位妹妹应守的规矩。来人呢？皇上万福，皇后万福。这歌声甚是美妙。皇后敏锐地察觉到了玲珑心中的不安，意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。你说这歌怎么样？安答应的歌声如同天籁，皇后娘娘夸奖，臣妾愧不敢当。甄嬛目睹玲珑跟随皇帝离去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。婉贵人留步，安答应留步。怎么了？皇上有请，安答应。玲珑以歌声捕获了皇上的欢心，一时之间风光显赫。曾经欺凌过她的人们，如今都转变态度，竞相讨好。从前我只是看着路，却未发现原来行宫山水花草如此合人心意。然而在玲珑沉醉于权势的喜悦之余，她亦深知自己能有今日的辉煌，甄嬛的扶持之恩功不可没。玲珑被晋升为常在之后，竟将皇帝赐予的所有精美衣料都转手赠予了甄嬛。这一举动引起了浣碧的不满，她自认为自己无论是容貌还是其他条件都不逊于玲珑，因而常常对玲珑露出不悦之色。浣碧的行为无形中在甄嬛与玲珑之间播下了嫌隙的种子。玲珑有没有得罪你？你为何每每都要摆脸子给人家瞧呢？小主不觉得他是小人得志，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？你就好使这点小性子。玲珑给了我2件浮光锦的衣裳，我留了1件给你，记得别穿得太招摇。